我哋香港工聯會廣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係喺2022年開始舉辦呢個羽毛球嘅活動嘅，諗住提供俾在穗嘅香港青年一個運動嘅平台啦，同埋可以促進佢哋交流、認識彼此嘅一啲工作啊或者學習情況。咁我哋會喺每個星期四嘅7點鐘到夜晚嘅9點鐘呢2個鐘嘅時間會提供一個場地俾佢哋運動嘅。到而家目前為止呢，我哋已經係有超過200個人參加過我哋嘅活動嘅。咁平時就會有5到8個嘅同學同埋啲職員嚟參加我哋活動啦。咁喺當中我哋都會交流翻自己嘅生活情況啊，同埋喺當中遇到啲咩困難啊，咁去互相了解同埋幫助嘅。咁我呢係第一批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啦，就嚟到廣州呢邊做嘢嘅，咁就已經嚟咗3年啦。其實初初過嚟廣州嘅時候呢，都係通過參加好多啲活動，譬如話我哋羽毛球呢個活動啦，去識好多朋友嘅，係啦，因為啱啱過嚟咧，可能唔識人啦，通過參加唔同嘅活動呢，你就會發覺多咗好多朋友仔嘅。咁同埋你雖然係打羽毛球識㗎啦，咁可能你哋之後都會一齊再去組其他嘅活動去玩咁樣咯。我哋咧平時參加羽毛球活動，主要係通過公司嘅工會啦，或者係出邊嘅一啲俱樂部，咁佢哋會定期發布一啲舉辦咗啲咩活動嘅消息喺群組入邊，咁我哋有時間就會出嚟參加。其實我覺得呢啲活動可以令到我哋即係每個禮拜定期去做一啲運動，除咗可以強身健體之外，喺呢啲活動入邊同唔同嘅人一齊去打羽毛球，可以迅速咁樣拉近大家嘅距離咯。咁因為其實我哋呢個 GBA 計劃都有好多唔同公司嘅人啦，咁以我哋為例啦，我哋公司都有啲工會去搞啲活動啦。咁除此之外，工聯會都有幫手，可能搞除咗羽毛球活動之外啦，咁可能有好似陶瓷啊。咁除咗認識我哋公司以內嘅人之外呢，咁我覺得亦都有一個機會可以識下我哋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啦。咁我哋大家亦都係嚟自香港啦，但係你從事唔同行業啦。咁我哋當中其實都有通過呢啲活動可以有啲唔同嘅交流啦，咁亦可以加深我哋唔同行業之間嘅認識資源，亦都可以更加了解到其實呢個地方嘅文化之類嘅嘢。我而家係喺暨南大學醫學生大5嘅醫學生，咁而家呢，我就係有參加工聯會嘅羽毛球嘅活動啦，我應該有參加15次左右啦，咁我都係喺上一年嘅9月份開始參加嘅，讀書嗰時候有壓力，咁我可以過嚟放鬆下。咁喺過往呢，我哋除咗有定期辦過羽毛球嘅活動之外啦，其實我哋有不同類型嘅體育運動會俾大家去參加嘅，好似過往時興嘅一個叫貓捉老鼠嘅運動啦，其實我哋有召集過差唔多60位香港青年嚟參加嘅。咁再喺上年年尾啦，我哋都有舉辦過飛鏢活動嘅。咁嚟緊嘅今年，我哋會體驗多啲唔同嘅活動，比如話射箭啦，同埋打保齡球啦等之類嘅活動嘅。